咩你仲未知咩？預設醫療指示正式生效咗啦，依家可以上載樂醫健通啦。點樣上載？ AMD 唔可以自己上載，一定要由註冊醫生上載，經我哋安心三寶製作 AMD， 我哋合作醫生嘅上載服務費係300蚊，但記得上載唔係強制，你可以自由選擇需唔需要加呢項服務。經安心三寶合作醫生製作 AMD 後，只要提供香港智能身份證正本，醫生就會即場幫你核對同上載。如果之前已經我哋做咗 AMD 呢，可以聯絡返我哋，一樣可以用300蚊安排醫生上載。到時帶齊身份證正本同埋完整 AMD 正本就辦理到。電子多個保障，紙本正本照樣要留好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歡迎聯絡91277273，我哋安心三寶可以幫到你。